條路也是阮安定區民最大所期待的，因為自這條變道跨過這個國道8吼，影響遊覽車要左轉或行橋，所以這條這個嘅費用就讓阮鄉民出入甲南區的就個交通會當順利安尼，無早起南區要上班，而且塞車塞到要先經這個交隊啊，所以這個交通的品質哦，有做這個高速公路的跨小軌哦，感覺交通安全的真較順利安尼。確實，台灣唯一一個有紅綠燈的國道就在我們台南。這個紅綠燈其實過去如果在車不多的時候是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但是車行的速度會影響以外，還有一些交通的事故也讓我們很擔心。那現在我們看到南科蓬勃的發展，我們安定，還有這個安南，還有善化的這一線，其實現在的交通流量非常的大，所以我們就急着要趕快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幾年其實交通部會很努力來建設我們的台南的交通，因為未來我們的科技業的發展，台南就是南台灣的最重要的一個地方。所以剛剛所提到的4橫3縱，最中央的這個中間樞紐點就是國道8號。國道8號，如果我們可以讓它通暢的話，速度可以行車效率更高的話，對於我們整體4橫3縱未來整體的交通運輸的效率也會有很顯著的幫助。我們配合國道8號南133線的立體化工程，我們必須要配合133線的一個到港口相關道路的一個拓寬。道路我們會拓寬從10米拓寬到20米，然後它的長度是300公尺，然後總經費大概是7700萬。最主要是因為高速公路立體化的時候，它下交流道也要往港口方向跟往南科方向的時候，轉彎的時候要把這條道路做拓寬之後，車流才不會擁塞到相關的一個瓶頸，然後能夠順暢能夠直接轉往南134線的一個進入南科科學園區。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開闢的時候跟南133線的時候有一個交叉口，那造成交通非常大的一個混亂哈。那非常感謝中央跟地方合作中央補助地方總共花了35億的經費來把這個國道8的這個高架化哈，能夠通過那個交流道，能夠讓國道8的交通更順暢，讓南133線的交通也更順利，不要造成地方跟用路人的困擾。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11月20號禮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台南是沙巴魚甲台灣釣的重要產地，因為氣溫甲海水攏適合養殖漁業，所以議員黃麗椒佇總質詢，都希望市府以台南市區漁會為核心，結合安南區的養殖甲南區的蚵仔餅文化，打造食魚教育農道。同時建議市府佇安平直銷中心的2樓，先規劃屬於台南市的漁業親子館。這項建議嘛得到市長正面的支持。台南成為全台灣沙巴魚養殖中心甲重要的外海掠魚基地，所以議員黃麗椒佇總質詢的提議，要建立屬於咱台南的漁業親子館，借此打造完整的食魚教育藍圖，讓囡仔自細漢得當了解漁業、認識海洋，愛上台南在地魚文化。議員表示，當然咱起頭無可能像高雄漁會親子館這麼大規模，不過希望對安平直銷中心的現地空間先規劃，擱再擴大。我們安平那個直銷中心2樓現在都是還是閒置在那邊，是不是能夠借着那個2樓，我們先推廣？因為1樓咱目前有在咧使用嘛，吼，那你的2樓的部分，即賣是空。閒置的，是不是會當佇迄個所在來開始琢磨？會佇迄個所在先設置這個漁業親子館，那麼能夠跟食魚教育的一個文化體系，更能夠帶動地方。你說2樓它是閒置狀態，如果它是閒置狀態的話，它是可以
做更有效益的利用，像主席他是安平的選區了嘛，但是我們會跟安平區、跟安南區這邊，台南是有漁業的這個選區的議員來跟他們商量一下，做一個規劃，至少規劃費我們是可以先處理了。如果漁業署同意，農業部的漁業署同意，我們先來編這個規劃費，然後等到明年度我們再編後年的這個預算的時候，我們再編這個設置費。議員雖然是安南區出身，不過面對超過30檔的安平魚市場，聽都中價嘛相當關心。畢竟咱台南在漁業有先天的優勢，地方嘛相當關心，將規劃成現代化的漁業中心。對此，中央目前已經補助300萬進行可行性評估甲先期規劃。台南新聞管制張碩維採訪報道。台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4期工程，預定明年6月完成用地取得。沿線反對的居民組成自救會，目前閣持續反對。議員蔡宗和在總質詢針對路線牽涉文賢抽水站的拆遷議案，要求市府表態，到底敢有要拆，予居民一個安心。對此，市府表示，雖然相關局處已經初估8.3億的拆遷徵收預算，同時變更用地，不過強調這攏是事先預備。文賢抽水站敢要拆，一定會就交通甲水利進行全面的考量。為了疏解南科交通，台南北外環道路第2期東段上緊明年底地當完工。雖然沿線反對的居民也組成自救會持續抗爭，不過市府表示第4期工程的開闢規劃無變。對此，議員蔡宗和關心的是，疏解北區大港等4里佇水關前的文賢抽水站到底夠要拆？要求若要拆，新的一定要先起好，抽水功能嘛積極維持，讓民眾安心。我們如果往它的功能性來講，站在我們是那邊的居民的話，最怕的就是淹水而已。所以我認為你現在有去找新的土地要去做變更，好，那可以做備案，這我也沒有反對，好，我覺得也是一個方式。但是你要讓民眾能夠安心的是說，我從 A 原本的地方換到 B 地之後，第一，我的數值能夠像現在一樣，1秒鐘可以，這就是它的 CMS 值啊。我覺得是吧，水利局長？就假設啦，假設如果假設什麼？如果你水利的問題、防水問題不能假設，一定要比它還要大的處理。掌聲鼓勵，就是要聽你這句話，要比它原本還要好。本来就應該要這樣子做。那比它原本還要好要怎麼做？你有去做研究嗎？這個我沒有辦法。現階段是每秒抽16噸了，未來也不能少於16噸。大家講得很開心啦，要評估的東西很多啦。會中根據市府跨局處回應，水利局已經先預估拆遷徵收的8.3億預算，以及都發局的土地變更攏先傳好勢。不過因為該案牽涉到交通甲水利等需要全盤考量，到底夠要拆，幹務局長話嘛唔敢講白。當然上好的就是像市長所講的兩全其美。台南新聞管制張碩維採訪報道。為了鼓勵少年人結婚生囝，提供少年人一個安全、負擔會起的厝，拄仔完成民進黨台南市長初選登記的立委林俊憲，20號提出青年成家3方案，主打青戶婚育體、社會主體租金減免以及育兒安全措施、補助讀價等政策。立委林俊憲上午佇個副議長林志典、議會民進黨團的總召周家偉等這位年輕的議員陪同，共同推出青年成家台南小庭的政策。雖然中央內政部9月份推出婚育財，將保留20%的社會主體作為婚育的家庭優先的立大，不過林俊憲則主張台南擴大到2500戶，而且還閣推出租金減免的政策。中央有一個政策，就是社會住宅，它要提撥當作婚育宅，它的比例是撥20%，那我會比這個比例再高一點，所以我會推動台南市就以目前的12000戶裡面，我未來會提撥2500戶
作為婚育仔，也就是呢，必須要有結婚啊，然後再就說你符合其他的條件以外，再多一個，你必須要有結婚，你才可以來參加抽籤。啊，那如果你有學齡前的小孩，啊，一個學齡前的小孩就減免1個月的租金，啊，這是全國首創。啊，如果你有2個學齡前的小孩，那麼1年你只要繳10個月的租金。除了婚育財甲租金的減免，另外伫個育兒的安全設施的補助，雖然目前中央針對包租代管提供1檔6000塊的補助，林俊賢表示，要和社會主體將放寬到全市的家庭，1檔會用的補助3000塊，嘛得到新手媽媽的議員肯定。剛剛委員有提到有關於這個育兒安全設施的補助加碼哦，其實我覺得這個也算是我們在育兒支持上的一個算是更大的支持啦。因為像我的孩子在開始學爬的時候，其實我們都知道家裡這些零零角角的家具也好或桌椅也好，其實都是非常的危險。那當然，這個要購買這一些，不管是防撞條也好，軟墊也好，都是一大筆支出。那所以未來如果，而且委員還提到，就是說這個是不止你在你住了這些社會住宅或是包租代管以外，你只要有媽媽手冊或寶寶手冊，就可以申請這3000塊的加碼。那我認為說這個也是很不無小補啦。那這個列到我們的這個育兒支持來說，其實也是非常的棒。立委林俊賢初估青年新家政策1檔大約需要5-6千萬的預算，除了需要議會議員的支持，立委嘛認為應當作為一種的投資。因為青年新家育兒，如果戶口會用設佇台南，未來對着在位法人口數的計算，有可能差一個小數點就相差幾啊億。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好，謝謝大家。鼓勵台南市中小企業持續投入創新研發，提升產業競爭力，加附加價值。台南市政府經發局舉辦地方型 SBIR 推動計劃，今年總共有17間石油廠商脫穎而出，其中中嘉寬頻上主青推出360環境影音創新服務，得到公共示範服務貢獻獎的肯定。中嘉寬頻雙子星創新推出360環景影音服務，讓民眾收看電視的時候，可以透過機上盒遙控器切換影像角度，還可借由語音及數字鍵在節目中互動。這項創新服務獲得台南市經發局 SBIR 計劃公共示範服務貢獻獎肯定。恭喜主導公司雙子星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建春總經理代表領獎。中嘉寬頻三冠王雙子星總經理陳建春表示，這次將台南20個知名景點透過特殊攝影機錄製，讓影片呈現出360度的全景效果，同時還能進行互動，希望帶給有線電視用戶不同的收視感受。感謝我們台南市政府經發局這一次給雙子星有線電視，然後還有新奇多媒體以及馬博科技，我們這次申請 SBIR 這個專案的肯定。那我們這一次是利用我們數位機上盒，把我們所拍攝台南市20個歷史文化觀光景點的影片，用360度的方式來做呈現。那所以，我們的觀眾只要透過我們數位機上盒，就可以看到360度環景的這種效果。然後最主要的，它更特別的就是操作不會很複雜，因為它只要透過我們的遙控器上下左右鍵，就可以去操作這個這個環景的角度。那另外呢，我們的遙控器上面還有一些顏色鍵，你還可以去做按讚，然後打招呼，然後還有做語音的留言等等。所以這個就是給我們的有線電視的收視戶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收視感受。那未來呢，我們雙子星有線電視也會持續的來開創更多的不一樣的這些應用功能，然後讓我們的收視戶有更多收視上面不一樣的體驗。經發局長張元廷表示，台南市 SBIR 輔導計劃今年共有53案通過輔導，每間廠商都很優秀，在產值及研發創新上保持成長，預期在未來5年內還是會不斷創新，請大家拭目以待。台南市政府的 SBIR 的一個輔導的成果相當豐碩，總共有53案至少輔導的成功的案例那這些廠商們都相當優秀然後也把我們的產值帶上來，至少今年度已經有3.3億以上的一個規模。那我們希望呢，未來在
研發聯盟或者主題式的一個創新部分呢，我們都有持續性的一個成長。那從現在目前的狀況到未來的話，我們預期在未來5年內還是會有不斷的有一些創新的技術還有產品會出現，然後我們大家也拭目以待了。中嘉寬頻雙子星在創新服務上展現出具體優異成果，提高產品附加價值，榮獲2025台南市 SBIR 計劃公共示範服務貢獻獎殊榮。台南新聞張碩維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為了推動企業落實永續轉型，由商業發展研究院協助台南市政府舉辦的 ESG 概念店的認證已經邁入第3屆。今年總共有19個品牌，22間出將門市店通過認證，20號在市府頒獎表揚。由市府經發局委託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辦理 ESG 概念店的認證。今年已經邁入第3檔，上新的一屆總共有19個品牌，22間台灣門市通過認證。下午由經發局長張庭元一一來頒獎表揚。22間的門市涵蓋批發零售、餐飲、旅舍、生活服務到地方創新攏有。我很高興，就是說我們在做幸福城市的這一塊哈，有關於 ESG 的部分，我們有這麼多企業來參加。那台南市呢，也是算是各個6大都市裡面第一家嘛哈，唯一的一家了哈。所以我們覺得有這樣的社會責任，我們也期待有未來呢持續辦理下去哈，能夠把這個 ESG 精神能夠打到國際哈，至少台南不會只是一個 local 的一個地方政府，他希望有一個國際的品牌。那至少在 ESG 部分哈，這是國際的趨勢，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我們也透過這樣的驗證和認證，希望呢企業跟我們地方政府一起攜手合作。受委託的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的副院長張宏德嘛親自南下，伊表示這項的計劃涵蓋門市的碳盤查、制定減碳的計劃。導入 ESG 的管理思維，希望協助企業強化永續經營的能力。這次雙年院，我們協助台南市政府青花區舉辦台南市 ESG 概念店，這已經是第3屆。那這次呢，一共有19個品牌，22家店面來參加。那每一家的店面，我們都會協助他們進行碳盤查，還有進行所謂的那個減碳藍圖的規劃。那另外就是去協助他們很聚焦在他們的營業裡面呢，去看看符合 SDGs 17項哪幾項。那最少有5項，有的店家最多的店家做到11項。那但上院在輔導的部分，除了就是說展現台南市在 ESG 永續議題的這個展現之外呢，我們後續還有一些相關的輔導。所以其實去年第2屆的一些店家，他們有參加經濟部商業署的一個南部創新計劃，那我們協助他們去做，所以包括他們都有非常好的一個創新的一些商業模式跟獲利。經發局長張庭元嘛表示，這項的計劃到目前累積43個品牌，53間的店家核選，唔定讓永續的行動行入去店家。更加讓台南成為全台推動永續商業上早嘛上有成果的示範城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日本群馬縣水上町甲台南市在2013年的地格為友誼區，一路行來，雙方在觀光文化等各方面交流密切。雙方的議會20號在台南市長黃偉哲甲水上町長阿布賢伊的見證之下，正式簽署友好交流協定。
日本水上町甲台南市伫2013年的地格為友誼城市。頂個月4號，台南市議長區麗麗甲副市長趙清惠嘛應邀出席因20周年紀念活動，受到熱烈歡迎。一個月後，日本水上町議長小林洋甲町長阿部賢一20號嘛率團來到台南市會。在雙方大家長的見證，正式簽署友好交流協定，除了建立兩地合作新的起點，更是久久長長的友誼。台南市議會與各位貴賓共同見證，台南市議會與水上町議會正式簽署友好交流協定。這份協定不僅象徵兩地議會之間合作的新起點，更是兩個城市多年來友好情誼的延續。我們兩個城市之間到目前為止進行了各式各樣的交流，也孕育了彼此的友情。雖然每一次的交流活動都不是一個大型的活動或一個大型的成果，但是透過每一次的相遇，以及對彼此的協助跟思念，我們孕育了彼此到目前為止可以奠定這樣子友好關係的一個基礎。我再一次深刻的如此感受到。台南市會甲日本友誼城市水上町的結盟，雙方議會全數同意提案，所以在簽約儀式當中，除了台南市議員踴躍出席，市府以及主管嘛攏到場觀禮，共同來見證兩市對賴清德擔任市長時一路以來密切交流甲支持。水上町跟台南市締結最友好的這個親近的關係，是從賴清德總統擔任市長的時候開始，到我們現在能夠更加深入，從市政府一直到議會，能夠有更深入的交往，開啟兩個城市的全面交往，內心感到非常的欣慰以及高興。其實兩市的府會除了地格為友好城市，包括雙方的旅行觀光協會嘛同款簽訂友好協定，甚至水上町經派遣一名公務人員直接進駐台南負責交流業務，雙方攏用實際行動力來消停國際城市外交。台南新聞軍籍張碩維採訪報道。2025台北國際地酒展登場，天茶地酒1號店強勢回歸。南港展覽館以中台灣上界具有風土魅力的茶甲酒為主題，將山川氣候、友善農作甲在地一人的精神濃縮成一杯一杯的茶酒，要讓民眾品嘗到苗栗台中農村的在地風味。展場中以天茶1號店與地酒1號店雙店齊開，將中台灣頂尖茶酒一次呈現。一館的天茶1號店由苗栗市農會領軍，集結在地品牌，每一口茶湯都飽含大自然的祝福，讓民眾不只是品茶，更深度認識茶香背後的土地故事。還有2個地方的茶特別的值得大家來品嘗，一個就是我們一般熟知的東方美人茶。另外一款就是我們的貓里紅茶，那這2個茶，因為它有天然的蜜香的來源，就是有小綠葉蟬咬過，咬越多，它們叫着研越多的話，香氣就會越好。這種天然香氣會跟我們的自然環境有密切的關聯。在這種優質又好的環境下種出來的好的茶品茶樹，能生產出一個好的品牌貓里紅來做我們的紅茶，作為我們苗栗的一個代表性的茶品系。二館的地酒1號店將酒香與農特產品結合，從台中大安的白酒、琴酒與水果酒，到桃園的地瓜酒、茶酒，呈現台灣土地釀造出的獨特酒韻與層次感。在台中苗栗剛好是這個氣候交界，它的農產品特別多樣，所以在台中跟苗栗這種地方特產的酒就特別多。那我們稱它叫做土地的恩惠，所種出來的農作物釀出來的酒，那也提高了它的這些農產品的價值。農村水保署長期推動產業升級，串聯在地品牌，無論是天然蜜香茶，或是以土地恩惠釀成的酒，都展現農村多樣產業的底蘊，並透過展覽將茶香天成、酒韻地生的在地滋味推薦給前來的民眾。天茶跟地酒都跟我們的自然的環境跟我們的氣候息息相關，所以透過茶酒的這樣的一個產品的一個，不管是在銷售或者在飲用，其實都是對我們的環境的一個保護很好的一種支持。
展覽4天期間，還推出多項限定優惠，邀請民眾在天茶地酒中品味土地、認識農業、支持農民，看見中台灣風土的真實與美好。記者林希慧台北報道。高雄小港區沿海路加中港路口的南下機車道，因為車道真矮，更會測出直行加正等的專用道，所以上班車流量大的時陣，常常使得民眾無說離開唔得，被開罰單，造成民怨。到底是什麼情形呢？來看記者的報道。狹長的車道上停滿一排機車，這裡是高雄小港區沿海路和中鋼路口的南下機車道。可以看到車道相當窄，不過旁邊的路面還是分劃出直行和右轉的專用道，讓騎士們擠成一團。如果在上班時間車流量大時，更常讓民眾騎錯車道吃罰單。因此，不少用路人都希望能夠趕緊改善。路口機車道已經很小了哦，那這個機車道又劃分一半，一半是直行車專用，一半是右轉專用道專用，那等一下如果亮綠燈，很多人機車會騎到右轉專用道直行，那這樣就造成違規，因為它亮的綠燈是綠直燈，而不是綠圓燈。那這樣的道路設計規範就很容易讓人造成違規，甚至也有比較遵守法規的用路人哦，他騎在右轉專用道，但是當時亮綠直燈，可是他不敢前行，可是被後面的人按了喇叭，他只好違規，讓人家走。讓要違規的人違規，結果違規的人走了，因為他也是讓後面的人過，所以直接就被警察開單了。現在只要騎在右轉專用道的人，他現在綠燈直行，他就違規了，因為這個綠燈是亮綠直燈，而不是亮綠圓燈。那路已經很窄了，都造成機車回堵，又很容易造成很多人違規，所以看是要取消右轉專用道，還是要直接亮綠圓燈？那我們不知道市政府現在在審這個道路規範的設計是怎麼審的吼，造成很多民怨。右轉就去人開紅單啊，阮同事要來上班，足濟人攏用開單，開啊擋袂掉啊。感覺是用圓燈安尼會當直走，也可以右轉，安尼嘛袂影響交通啦。由於民眾抱怨聲不斷，地方民代特別邀請交通單位一同會勘，針對專用機車道的動線進行調整，希望讓整體的交通更順暢，行車更安全。因為在整個從小港到林園的捷運工程的關係，它設計這樣的一個概念，所以我們在2個多月之後，經過協調會勘之後，也解決這個問題。未來我們在綠燈一定也可以右轉的，所以在工程的設計裡面，應該多教育一下民眾，免得民眾守法的人又這邊受苦，然後不守法的人還是一樣是可以綠燈右轉。我覺得這樣反而失去這樣的綠燈不能右轉的美意。會勘之後，交通局也給出承諾，只要等捷運局沿海路的工程完成，大約2個月的時間就可以改善，屆時會讓民眾的交通安全更有保障，不用再擔心誤觸陷阱。記者張世明高雄報道。感謝你收看11月20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美全，咱再會。1、2、3、4、5、6、7、8、2、2、3、4、5、6、7、8、3、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
2、3、4、5、6、7、8。3、2、3、4、5、6。同样的事一直重複做，身體會產生記憶，成為習慣哦。7、8。我也怕快不去耶。我不要得肠病毒，环境沒有消毒，可能會傳染腸病毒哦。我不要得腸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換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會傳染腸病毒給我。
如果不小心得到腸病毒，老師說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衛生，腸病毒遠離我。在職業生涯馬拉松的比賽，照顧囡仔是大人，甲繼續做工課的雙重壓力，就親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氣。不要緊，補給站